我要转乘机场捷运，请问要先出站吗？要到哪里搭乘呢？我要班车到機場接運，請問我先出站嗎？機場接運我去哪位坐？我要班車到機場接運，請問我先出站嗎？機場接運我去哪位坐？请您先走出捷运闸口，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。請先行出捷運夾橋，停喺呢個方向切行。請先行出捷運夾橋，停喺呢個方向切行。就可以走到机场捷运线 A1 站台北车站，转搭机场捷运了。是的，行到機場捷運線 A1 站，台北車站起班車到機場捷運。是的，行到機場捷運線 A1 站，台北車站起班車到機場捷運。好，那我到桃园机场第2航下，该搭直达车还是普通车呢？好，我要去桃園機場第2航下，我坐其他車也是普通車。好，我要去桃園機場第2航下，我坐其他車也是普通車。建议您搭直达車，会节省10幾分鐘哦。下一班車是下午4點發車。建議唔坐其他車，晚上15分。下一班車係下晝4點發車。建議唔坐其他車，晚上15分。下一班車係下晝4點發車。好的，请问厕所在哪里呢？厕所在前方50公尺的右侧。提醒您哦，捷运站内禁止饮食。好，請問偏數到哪位？偏數頭前50公尺嘅進修片，提醒捷運站度是唔得食東西哦。好，請問偏數到哪位？偏數頭前50公尺嘅進修片，提醒捷運站度是唔得食東西哦。谢谢你的提醒。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古迹？是啊，北门是清代统治期间留存的古迹，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。羅拉，請問你附近有一個古蹟係嗎？係啊，北門係清朝統治期間留落來嘅古蹟，已經有100萬年嘅歷史咧。羅拉，請問你附近有一個古蹟係嗎？係啊，北門係清朝統治期間留落來嘅古蹟，已經有100萬年嘅歷史咧。目前整修成北門廣場，是台北市的重要地標哦。原來就是這裡呀。天下將來做北門廣場，係台北市重要嘅地標。原來是這條。天下將來做北門廣場，係台北市重要嘅地標。原來是這條。旁邊還有府台街洋樓、鐵道部、三井倉庫，這幾座日治時期留下的古蹟啊，都很值得一看呢。全巷還有府台街洋樓、鐵道部、三井倉庫，呢幾座日本時代留落來嘅古蹟，做下當得去行看看。全巷還有府台街洋樓、鐵道部、三井倉庫，呢幾座日本時代留落來嘅古蹟，做下當得去行看看。哇，我要把握時間去逛逛了。不過我的行李有點多耶。哇，我要把握時間去溜溜咧。不過我嘅行李一多呢。哇，我要把握時間去溜溜咧。不過我嘅行李一多呢。您不必擔心，我們這裡有行李置物櫃服務哦。太好了，這要如何計費啊？唔是少，我哋呢位有行李置物櫃服務。還好，呢錢我用選擇。唔是少，我哋呢位有行李置物櫃服務。還好，呢錢我用選擇。小的尺寸是1小時10元，大的尺寸呢是1小時20元。您可以使用大的置物櫃哦。好，請告訴我操作方式。小尺寸嘅1點鐘10塊，大尺寸嘅1點鐘20塊。你是得用大嘅置物櫃。好，
請講解操作方式。細尺寸嘅1點鐘10扣，大尺寸嘅1點鐘20扣。唔是得用大嘅置物櫃。好，請講解操作方式。請先選擇置物櫃的編號，接着設定密碼，再投進20元的基本費。先讀置物櫃編號，算係設定密碼，過落20扣嘅基本費落去。先讀置物櫃編號，算係設定密碼，過落20扣嘅基本費落去。機器會送出密碼紙張給您留存。機器是會送出密碼紙本人。機器是會送出密碼紙本人。那我要如何取回行李呢？請先按下置物櫃編號，將密碼紙張投進機器。今日按用船同行李兩張來。請先按置物櫃編號，將密碼紙插入機器度。今日按用船同行李兩張來。請先按置物櫃編號，將密碼紙插入機器度。再補足置物櫃使用金額，就可以順利地取出行李了。我知道了，謝謝你。個補足使用置物櫃嘅金額，是使得順利領到行李嘞。我哋咧，落來咯。個補足使用置物櫃嘅金額，是使得順利領到行李嘞。我哋咧，落來咯。不客氣，玩得愉快哦。唔是生意，老了快樂。唔是生意，老了快樂。